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9。哥林多前书6章19节安尼讲：兼知恁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这位圣神踮伫恁内面，是恁对上帝领受的。恁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上帝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知身躯是圣神的殿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敬拜你，学罗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创造生命气死的主，你是掌管一切万物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，求你用主爱慰慰阮，用恩典扶持阮，互阮日日伫你的内面，来得到更新的快乐甲活命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大，牵得阮的懊恼甲尊重。主啊，因为你的灵住伫阮的内面，我要将身躯甲灵魂完全交伫你的手，求你帮助阮，伫每一天的生活，将家己当作圣洁的器皿，来为你所路用。主啊，因为阮的身躯是圣神的殿，这位圣神踮伫阮内面，互阮毋是属家己，是属伫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